你是不是每天都看到這些畫面？一不順就生氣，被越一下就崩潰，做功課拖拉到半夜，不會等，不會聽，不肯動，明明教過10次還是忘記。遊戲，手機停不下來，一遇困難就我不會，我不想，太難了。家長越講越累，孩子越講越沒用。你以為是行為問題，但真正的根源只有一個，孩子的心沒有長起來，沒有立起來。為什麼孩子立不起來？你看到的所有問題：急、唱、不聽、不等、情緒大、不負責、坐不住、注意力散、做事不到位、管不了自己，遇到不舒服就逃。在古人看來，其實只有一個根源，6力沒立起來。什麼是6力？就是支撐一個人一生的6個底層能力。古人把這6力統稱為立心，把孩子的心安住、立住、穩住，這也是立人教育系列裏最底層的第一步。立心等於6個底層能力：一、安定力，不被情緒牽走。我很生氣，我先冷靜一下。沒有安定力的孩子，說不得，急不得，等不得，不順就爆。古人叫心不顧。等待力，能延遲滿足，能等輪到自己，能等別人，能等一下，能等長遠一點。沒有等待力的孩子，做事3分鐘熱度，挫折忍受力極低，什麼都要馬上。長大變成遇到不舒服就逃跑的人啊！古人叫志不定。3、分寸力，知道什麼可以，什麼不可以。分寸力等於做事有規矩，說話有分寸，心裏有他人。缺分寸的孩子，得罪人而不自知，行為失禮，自我中心。長大後人際關係糟糕，古人非常重視這個，叫知禮乃可行於世。4、界線感，我是我，你是你。界線感是不碰他人物品，不強迫別人，不亂插嘴，不控制別人，也不讓別人控制自己。沒有界線的孩子，在家霸道，到外面懦弱，情緒外放，邊界混亂，長大後很容易掉進糟糕關係。古人稱辨別內外。5、承受力，能剛不舒服。承受力不是壓抑，而是輸了不崩，被拒絕不垮，不信心能撐一下，跌倒了能站起來。沒有承受力的孩子，遇到批評會睡，遇到困難會逃，長大後完全剛不住職場和人際。古人說，能勝小者，方能勝大。6、回心力，能把自己調回來，哭完能收，氣完能平，跌倒能站起來。古人叫知反者心不迷。總結一句，立心不是抽象概念，是6個具體能力。6力不立，孩子就立不起來。你今天看到的，小一坐不住，小二開始焦慮，小三開始逃避，小四沒自信，中學崩掉，大學生站不起來，成年人剛不住，全部是立心失序。古人怎麼教立心？不是罵，不是敲，不是說教，是3件事。身，大人的身體是孩子的教科書。古人說，身正不拎而行，身不正雖拎不從。教，用故事把道理講進心裏。孩子不是靠道理長大，是靠角色、情緒、畫面長大。法，反覆練習，直到做得到。立心不是講出來的，是練出來的。古人說，欲正其人者，先正其心。心立了，孩子自然穩。心不立，再多才華都會倒。教育不是教知識，知識 AI 都會教。真正的教育是立人，而立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心。預告，下一步我們不講道理，我們講故事。我們會做立心6力故事系列。等待力，小狐狸等月亮，
安定力，山谷裏的風，分寸力，小河馬不搶玩具，界線力，小熊的兩顆石頭，承受力，第七次跌倒的阿飛，回心力，小鹿的深呼吸魔法。孩子會透過故事理解，透過練習做到，透過你家長的身教長駐。這一集我們看懂了本質，下一集開始，我們一起把孩子的心搶回來。